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前几天互人枪杀死亡。专案小组对第二台追查到的5号硫酸破坏车顶悬找到一块喙罨，比对身份发现到是一个有重大刑案前科的查甫人，目前是当咧追查。犯人逃亡的时阵，上尾出现的地点是伫咧屏东甲高雄的边界。警方研判，这个犯人并无偷渡出境，嘛无排除是有共犯咧甲伊协助，目前拢抑搁咧调查。家属替林树杰伫台南市南区殡仪馆设灵堂，目前已经决定无要办告别式。真侪熟悉林树杰的家长里长对庆案的发生，拢感觉真意外。讲是啊，伫你来做人真好，真客气啦。哦，因为你来也后什么，我迄个活动啊是啥吼，伊后时间也有闲啦，拢会参加安尼，就会迄个发生这代志哦，我足唔甘的啦。代志发生到今已经是第5天，前几天案情是愈来愈歹办，也毋过后手专案小组伫第2台互硫酸破坏的车辆内底找到喙罨有生物的证据，也锁定一个有暴力前科的嫌犯，目前判断要未出境。目前以身份是本国人。目前我们怀疑的这一名的对象，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锁定的这一名对象是还在国内，是。不过，专案小组也透过监视器的画面发现，凶手早伫6月中旬就先将2台犯案的车辆放伫现场，证明案件早就有计划。犯案了后，抑搁一直换车消灭证据，做甲真周至。目前搁较传出有外管区涉案，警方无排除相关的可能性。虽然目前有锁定特定的对象，不过也是要继续追查，敢是有共犯。目前来讲的话，还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武断的结果啦。那是不是外县市来？我只是说，我们现在都有扩大调查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就是有针对一名对象有锁定了有锁定。那也会希望在最近这几天会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然后。要那犯案的动机到底是性格的冤仇，也是具体就有的？警方强调会等后续办煞，才甲家属参详讨论。即卖咧追查的特定对象，咧要有进展，希望会当赶紧抓到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